大家好，我係方耀律師，歡迎大家嚟到釋法有方呢個頻道。喺2025年11月26日，香港發生一場世紀大火，大埔宏福閣嘅大火奪走多條人命，事件震驚全港，甚至係全世界。事後警方拘捕咗承建商宏業建築嘅高層，調查方向包括誤殺、串謀詐騙，同埋呢個事件係咪會同圍標有關？今日我想用最簡單嘅方式同大家了解一下呢場大火係咪同圍標、偷工減料有關？涉事者需要負擔乜嘢嘅法律責任？同埋呢場悲劇提醒我哋每一個家庭點解資產計劃係必須而唔係奢侈。首先，我想同大家講下乜嘢叫圍標。圍標用最簡單嘅語言嚟講呢，就係假競投、真分贓。本來投標應該係一個最公平嘅經濟，但係如果喺投標過程當中，涉事嘅公司私底下夾定由邊個公司中標，邊個陪跑咁樣工程質量已經再唔係由專業決定，而係黑箱決定。圍標往往出現咗輪流中標嘅情況。乜嘢叫輪流中標呢？輪流中標就係嗰啲公司私底下夾定由邊個公司去中標。譬如呢個工程就由 A 公司中標，下一個工程由 B 公司中標，再下一個工程由 C 公司中標。因為輪流中標啊嘛，所以大家嗰啲公司就唔需要喺價格上競爭，反正都係會中標嘅。於是大家都係抬高個價錢去競投，受損嘅就係消費者。咁投標往往會出現咗工程超支、質量下降、用料低劣、偷工減料同埋防火安全出現咗漏洞。對於棟大廈嚟講就係一個計時炸彈。究竟宏福閣呢場大火係咪同圍標有關呢？除咗事後以誤殺罪拘捕咗宏業建築嘅高層之外香港嘅廉政公署 ICAC 嘅介入調查 ，ICAC 成立咗專案小組調查呢個事件係咪涉及貪污、利益輸送同埋圍標。咁即係話執法機構本身都認為呢個火災可能唔係單純嘅意外，而係涉及工程承包同維修過程當中嘅亂象。呢一點從圍標、偷工減料同埋不當材料使用嘅風險模式嘅相吻合嘅。根據報道宏業建築過去曾經被指控涉參與圍標同埋工程告價錯高，亦即係話佢哋唔係第一次被懷疑喺招標同維修合約工程當中可能以不公平、不透明嘅方式攞到工程合約。如果圍標出現咗嘅話即使圍標唔係呢個大火嘅直接原因亦都可能係令火勢迅速蔓延，造成大量傷亡嘅背後嘅深層原因。咁圍標嘅法律責任有幾重呢？如果最終證實係圍標同埋偷工減料責任係極為嚴重嘅。首先就係刑事責任，刑事責任包括誤殺，如果工程嚴重疏忽導致傷亡；串謀詐騙，如果涉事嘅公司係涉及圍標；同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如果監督嘅官員包庇或者收受利益。喺香港誤殺最高可以判終身監禁嘅。咁除咗刑事責任之外都有民事責任。咁民事責任即係話嗰啲受害人都可以索償過失致死、精神痛苦、喪失收入、工程缺陷賠償、保險賠償、喪禮費同埋醫療費，金額往往以千萬計算。咁呢場悲劇同呢個資產規劃又有啲咩關係呢？喺大火過後，好多家庭馬上要面對第二場災難，就係財務上嘅災難。意外發生咗之後，如果冇遺囑、生前信託、授權書同埋清晰嘅資產分配安排，咁家庭屬就往往會面對遺產被凍結幾個月甚至1年，子女嘅生活費無法攞到，保險索償遇到法律障礙，同埋家人因為爭產出現糾紛。仲有一個現象就係物業共有權益複雜化。乜嘢係物業共有權益複雜化呢？即係話如果冇遺囑或者信託，無論發生喺香港或者喺美國，根據無遺囑
繼承條例咧，死者物業咧可能由配偶、仔女、父母甚至係兄弟姊妹共同承繼。咁即係佢哋都變成共同嘅業主，即係話一層樓咧變成多人持有，任何一方唔同意嘅話咧，呢層樓唔可以賣、唔可以用，亦都唔可以貸款。即係話咧，整個家庭嘅資產被鎖死。遺產計劃咧就唔係呢個富人嘅專利，而係唔俾每一個家庭嘅安全線。一場大火可以令人失去生命，如果冇規劃咧，就會令好多家庭咧連未來都一併失去。大埔宏福閣呢場大火係個悲劇，呢個提醒我哋三件事：第一，圍標同偷工減料咧係會搞出人命；第二，工程嘅安全問題咧，無論係民事同刑事嘅責任都極為沉重；第三咧，家庭必須做好資產規劃，因為意外永遠嚟得太突然。如果你仲未曾開始規劃，希望今日呢條影片能夠成為你嘅提醒。多謝。